现代第一版圣经提多书第3章，着提醒大家，互将执政者甲当权者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。着劝因毋通诽谤别人，毋通冤家，着和气友善，用温和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。因为咱家己以前嘛是无知识、悖逆、行迷路，做种种情欲甲享乐的奴隶，伫恶道甲怨妒中得度活，互相怨妒，彼此厌恶。毋过，咱的救主上帝慈悲仁爱显明的时，伊有拯救咱，毋是因为咱家己有好行为，是因为伊有怜悯，通过互人重新出世的洗礼，甲圣神的更新拯救咱。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有将圣神丰丰富富甲咱灌压，互咱通靠伊的恩典称作义，承受所仰望永远的活命。即句话通相信。我爱你特别强调这个事，通互信上帝的人专心做好事，这个事拢真好，阁对人有利益。着闪避愚妄的争论、族谱、纷争甲律法的争执，因为这个拢无路用、无价值。制造纷争的人，甲伊警告一两遍以后，就毋通阁甲伊来往。你知即款人已经败坏，伊继续犯罪，是得甲家己定罪。我找阿提玛，也是崔基古去你遐的时，就赶紧来尼哥波里找我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伫遐过冬天。就尽所有帮赞希腊律师甲阿波罗旅程的需要，互因通安心出发。着吩咐咱家己的人学习做好事，来供给实际的需要，才免做无路用的人。所有甲我伫遮的人，要甲你请安。请替阮甲遐个同信的好朋友请安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